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日大家咧讲乜嘅？大家想看啊，你嘅声音啊，系讲去到学校去学美术，又系画图嘅世界，形容应该口唱。嚟讲你自家有经验，你系讲去学画图，又系讲去到学美术，有形容应该经验。今日绕墙头一个欣赏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咧了解，佢到生活地图当到嘅东西啊，结合有料啦，喺度佢嘅美术啦画图地图，加了分享机吼，佢系马莎咧，佢系类似苗栗嘅天孙法师嘅恰青眼欣赏分享。大家好，我是陈燕，我是来自苗栗的美术老师。分享很有活力。我一般的人看到这么年轻的美术老师，对你来说会有困扰吗？还好就是可能会稍微问一下，说从哪边毕业啊，或是在做什么。对，还是老师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你好，请问你大二吗？你现在是来教画画？”有人问过是不是高中，有没有毕业？哦，是高中是不是？对对对。老师你是高中吗？有毕业吗？现在是我们这边的美术老师吗？所以还是有困扰，对不对？还好，因为基本上会送过来，可能已经先了解过我上课内容了。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有没有有时候哈贴黑上也贴眼导嘅世界就有爱我给问题哈，唔可以考一次。我们要进入主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学一句露骨演绎。好，有压力很大吗？压力很大。老师说，你叫我讲什么都没相干，唔够黑公你会叫我去学爱勇给露骨演绎，就压力很大。所以今天的节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来给美术老师制造压力。噔噔噔噔，老师要试一次吗？好。来啊，我先念好了。OK， 好，来哈，有形大沙沙边眼，有形大沙沙边眼，我觉得说得很好。OK， 很好。听一句，某型大将将某钱，某型大厦，大将哦，某型大将将某眼钱。对，这一句老古言语有猜猜看，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吗？有毅力吗？对。就是哈，其实以前给露骨眼留下来给露骨眼语，讲的意思就会讲，比如讲一个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一定要很有毅力，你要很努力、很认真。所以其实只要你有心的话，去打石都变圆。可是如果你无心的话，做什么事都不成。对，你觉得像按钮给露骨眼，你跟你现在的工作，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连结吗？你自己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在苗栗相关的环境可能没有像其他都市地方那么开放，或是觉得可能学美术我就是要做这一行，那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用不到，所以一开始大家会比较质疑，或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学这些东西，那或是我学来玩一下就可以了。对。可是如果很有心的话，你现在还是做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有形大沙沙边眼，我自己觉得啦。有吧，老师。算是吧。不过今日曾经请防疫就得请到老师来都鸦片哈。一开始泰卡就会想过，一个按黑上给紧张，坐在这边要跟大家收给个东西，黑买东西。不过就是画室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小朋友黑公你有心情，你就会学钢琴啊，你就会学画图啊，也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未来想要走插画家路线啊，或者是走平面设计，我们就会学我们所谓的技术两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陈燕老师很年轻，可是理念很不一样。你想想看哦，从名字开始，田边田顺，你要不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你的理念或是这个画室？应该说会叫田边，是因为我们在苗栗，然后因为其实在旁边其实都是田，那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叫田边好了。一来有切合到我最想要，就是给小朋友接近到大自然，然后融合美学，对，所以然后又符合他在地的条件，那我觉得 OK， 那就叫田边画室好了。所以你的画室旁边是田？对。那个田是我外公的。外公有很开心吗？ OK 啊 OK， 就很常下去玩。是，你像外公会想说，哎呦，哪个孙内有没有在我的田边开一个画室？我觉得好浪漫哦，对不对？所以其实泰嘎与糖豆某结合大自然，压抑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对不对？然后让小朋友在这里发挥他的创造力。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泰嘎去用过，黑公你有小朋友有按钮给环境，要发挥按钮给创造力，还有大自然，那他就会对课程轻好起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的有什么样的常态的课程？一般我们课程就分常态跟非常态。对，那常态的部分，主要我是希望小朋友可能多接触一些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媒材，那任何东西都可以。对，那还有一些平面的绘画，基本的平面绘画，还有其他立体创作或是集体创作，大家一起来，因为
其实一直做自己的作品，那偶尔可以大家一起做一个作品。那虽然说那个不可以带回家，或是它可能不像大众认为的那么漂亮，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怎么合作，对。那这些都是平常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对，怎么合作，不同的媒材，运用生活里的东西做结合，然后做出一个作品，是不是最精准的、最好的？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有看欣赏给脸书哦，比如像他给常态课程，像是什么白垩纪，是不是？对，然后这中间还结合像是什么科学家啊、艺术家，有个东西。你做点分享一下。像白垩纪的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想要介绍恐龙，因为有小朋友一直说要做恐龙，要做恐龙，那我就说，我就介绍一整个他们的那时候的年代好了。那我就介绍白垩纪，那从他们那时候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多被子植物，可能都是裸子植物，那还有蕨类。对，从这边开始介绍。那我们再做一个火山，因为恐龙可能是因为火山可能是陨石，所以全部都消失了。对，那我就介绍了火山，那顺便加上小苏打跟醋的酸碱的实验。对，那就会有火山的效果。是，对，你看哦，亚哈语金斗，我们觉得新的课纲也好，台湾现在新的课纲，你看现在是我变得很严肃，有没有？台湾新的课纲，他可能会觉得说 ，OK， 你要上音乐课，可是你的音乐课要结合化学课。大家想一下，以前我们的音乐课就是在那边吹直笛啊，然后吹紫竹调，我们也会结合化学。所以我刚听老师这样讲，我也会觉得你的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美术而已，它其实好像是一个跨领域的学习，对不对？对。所以你要会的知识很多就有时候要看一些杂志，或是其实从生活中招，你今天出去玩好了。你出去玩，你碰到了什么事情？如果你觉得这个稍微有兴趣，你就可以去了解。那你回来，你就搞不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课程。对。所以小朋友在那个白垩纪里面，给你像周豆黑一家创作的作品，比如周豆认识那个年代的植物也好，环境也好，对不对？对。所以是不是还有什么艺术家也是？艺术家的部分，像我们万圣节好了，那我就不想说不要扮鬼怪。那我们来办一个艺术家，那我就花2堂课的时间。第一堂课可能是先介绍艺术家他的背景，还有他的创作，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模仿艺术家的作品，画一个自画像。你会先让他认识一位艺术家，是这意思？对。然后他自己还要做造型。第2堂课就做造型，然后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画室有塞一个小摄影棚，然后请小朋友把那个布景用上去。对。是。所以他们全部都自己动手，对，然后所以他们认识了艺术家，然后又自己做造型，然后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创作作品结合在里面。对，小朋友喜欢吗？你觉得？有些小朋友会害怕，就是又要画在脸上，因为那是弗列达卡罗，他眉毛很多嘛。那有些小朋友会很抗拒，但是只要有几个说他要，那其他小朋友就会很嗨。就是大家都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团体，对，好像有同侪压力，有可以看不懂。对，可是那个艺术家是自己选吗？或是那个造型是自己选择吗？造型是自己选，我那边会准备很多块布，那看他要怎么装扮自己。那艺术家是由我这边介绍，就是统一一个艺术家。对，是哦，大家有发现哦，真嘅青豆吼，唔讲唔等下按钮可以口场听听哦，都会先从大家有看到，我们看我们现场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老师其实你的画室不但可以教画，还有教煮菜，对不对？对。真的吗？算是吧，偶尔会碰到。我以为我是开玩笑，结果老师说真的。那是白日梦有时候会加一些其他课程。对，太感就白日梦黑马感，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那个课程。不过其实严重，老师真的好用心哦。老师，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的课程还有染布，对，还有按用给口场，对不对？你看严重待了青豆给东西，都是从大自然里面拿到的。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动圈马该。今天我们要染布嘛，所以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可以染布的东西，像以食物来说好了，这个是。主持人知道是什么吗？奶迪，洋葱皮。对，洋葱皮。好，洋葱皮。再来这个是，有点过季了。红红的，糟糕，酸酸的。对，洛神花。洛神花，对。洛神花，对。好，然后再来这个是咖啡。对，然后这个是其实红茶那些都可以。茶包对不对？才会不同颜色。奶迪跟咖喱粉。对，咖喱粉。好，那这个是咖喱粉，那它主要的原料就是姜黄。那像还以为你会问我说，它主要是要煮咖喱饭没有，它有一些其他东西，但它主要是姜黄。对，那像这个就是姜黄，它长得很像姜黄。它有嘛？对，好。然后其实它里面它就是黄色的，那它有更黄的。对，那这就是姜黄。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用姜黄来染。sorry。是。对，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植物，那植物像这个是榕树叶也可以。那只是它可能比较难上色，所以可能要用水煮过的过程，或者加一些染莓进去。所以你教小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教，你就跟小朋友讲说压黑马盖，压黑马盖，然后泰卡就知道哇，好惊喜哦，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染布，还按我杠。对，就先介绍一下材料，让他们了解那些材料，或者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除了我们今天课程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到的。好有趣哦！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染布吗？对，没错。而且欣赏说，如果说小朋友染的话，可能按我给工厂小朋友光绑布就要半小时，对不对？但黑工几工黑工黑太硬给吧，就会大概2分钟，是不是？如果快的话，或是绑2分钟就可以完成。对，所以你知道吗？老师按有给工厂，其实用的我压力很大，有没有？等一下我超过2分钟，那个你可能就会说太紧，给动作有点慢。主持人还年轻。好，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染布，对不对？ OK， 好，好哦。那除了刚刚的材料之外，另外还要准备的是，有竹筷子。那竹筷子是等一下可以让布被遮住，那它就不会接触到咖喱。对。好，那另外还有这个也是一样的效果。对。那还有这个是橡皮筋，那可以把这个绑住，或是它直接绑在布上也可以。再来，长尾夹比较少人会用到，但它也有可以创造不同效果。所以这都是很简单的，像是文具啊。对啊，文具或者我们生活上可以用到的东西。没错。好，是。那我们等一下有一块胚布。那胚布一般买到的时候，它可能没有过浆，它上面有像白胶一样会硬硬的，所以我们在染之前要先洗过，最好是用温水或是热水洗过，然后搓一搓，把它的浆去掉。对，那今天这比较硬，是因为我烫过了。对，那老师好细心哦。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染了。那等一下染之前呢，我们可以随意的折。那像我这边，我有，这是一个老师已经染好的，老师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很漂亮，而且你这个就是用咖喱。没错，用姜黄的粉，好美哦。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做这个锯齿的效果。是。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已经跟观众朋友讲解，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努力的做。广告结束回来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作品。对，所以老师你们又要教我是不是？你就要开始啦。哦，你看啊，这真的，你想想看哦，这个教学太改就做点昆斗，你就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跟创意就好了，对不对？不用这么自私。先教基本的啦，然后小朋友他自己想怎么做，就他自己的，不要是偷懒就可以了。不过矮就黑以前那个填鸭式教学年代长大的小孩，你看我就不会有创意，我就一直要很认真，看欣赏用一周，这样做的用一周。其实哎，随便做也可以，对不对？对，因为这没有对错。我在讲这个时候，其实我一直在偷看老师怎么弄，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压力很大。随便折一下，是不是？老师真的完全没有要教我的意思。对，那亲爱的永晴朋友，你太敢想看看我们做出来的样子，不很用哎，还没太敢撩一下哎，你等下长那块，你做个作品很容易。耶！刚刚广告的时候啊，真的是做了很多，所以这个是大家一起做的。每天一上瘾，你们在周一工厂有没有？经常就说，哎呀，按简单你不会哦，老师害我压力很大。其实这很简单，只是你有没有接触而已，对不对？所以这课程在应该很受小朋友欢迎，对不对？就是一开始碰到他们会觉得很新奇，怎么这些东西也可以拿来染？对，没想到自己的身上衣服可能是这样变出来的。对，不过我们讲到我们是大自然，我们是来自于植物哦，对，不是化学的。对，所以老师现在要帮我们示范最后一个，对，我们图形。对，那我们用一个圆形好了。好，那我们就准备橡皮筋就可以了。那我一般会准备2条、3条，让它绑得比较紧。对，好，那随便抓一个角，抓起来，然后把旁边都梳起来，它只要有一个尖端可以跑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子就会弄成圆形。对，这等于是圆心在这边。对，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套上去。那绑的时候可以尽量绑紧一点。那如果你中间有缝隙的话，也可以染出不同的效果，所以并没有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错的。那只要看我们自己喜欢，随心所欲就可以了。是。好，那尽量绑紧。好，绑完之后这样就有一个同心圆。那甚至我们刚才长尾夹也可以把它夹在旁边都可以，让它有不同的效果。那这边就会被遮住，就不会染出颜色。好，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了。对。是。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就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有看到吗？其实呀就会形成大概一堆布嘛，对不对？啊，其实你会看我染出来的这一块布给图形，肯定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随便用的，所以老师其实可以用按用给有没有把双边夹住，夹得很紧，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斜斜的啊，也可以两边夹得很紧。那这边呢，大家有看到这边有绑一个橡皮筋，那就会像形常讲的是圆形，没错。对，那老师的意思呢，其实你防疫之后旁边可以夹很多按用给，像是我们说燕尾夹按用给东西，古说你看它不就是一块布折起来，然后旁边有这样的造型，就做对了，对吧？对，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放到锅子里面去煮咖喱饭的黑毛，没错。好，清电胆哦，最简单的动作了。最简单的动作，只要放进去。那我们第一次染的时候，都把它全部压到我们的咖喱的汤汁里面。没错，对。那这样子它才会有一个颜色。那如果你要渐层的话，可以拿出来，然后再把它洗掉一次，然后把你要再深一点的地方再把它放进去。那这样子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可以染2次的意思。对，你想要颜色深一点，就可以染多次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老师，我们现在这真的就是你用咖喱粉就直接煮水的一锅的染剂，但它主要的是要姜黄的，不能挑其他什么太多面粉啊那些的。对，然后你现在折好放进去大概半小时，半小时到1小时，看颜色的，看颜色的深浅。好，太棒了！其实家就会品尝这一次特别带来的，就是用这个染剂做的。没错。对，刚才老师有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有看到吗？家就会按油你看哦，我们在这边，我们在可以看到的是条状的，对不对？条状就是刚才像筷子绑的，然后我的右边这边就是圆圆一圈一圈，那圆圆一圈一圈的，就是老师刚用像是橡皮筋绑的，没错，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有按用跟一堆布。那你看哦，这只是一个试验，不过这块布你可以拿来做好多事情，没错，对。然后这个颜色你就可以让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好棒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咖喱跟姜黄染出来的一块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块布。导演先生还有。那一块是蓝色的，也是老师染的，对不对？没错。老师，你那个是用什么植物？这个是蓝，是马兰的一种植物，叫马兰，对，是染出来的。所以如果小朋友松口给时间按用给口场要有按用给，也可以染这样的植物，对不对？这个比较少，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我怕小朋友会受不了。小朋友会受不了，它有点像叶子腐烂的味道，所以我一般会可能用生活上。可是难怪它的颜色看起来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的颜色还蛮深的，而且染起来非常的漂亮。它一开始染出来是可能是绿色，但是你要把它洗过，对，让它氧化那些的反应，它才会变成这种颜色。所以大概有发现吗？其实小朋友去上课的时候，哇，在田边画室按有个梯缝，你昨天因是青豆某用给植物，然后也可以知道染布。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会觉得这跟美术有什么关系？它有非常多的关系，因为其实这就是美学的一部分。没错，对，然后也是培养摄影给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对，我常常跟泰卡讲，你要创造力后，这个国家才会强盛，因为创造力好，你未来可以做好多的事情。对，什么事情都一样，数学也好，物理也好，科学的发展其实都创造力是很重要的。对，不过泰卡看你还经常是给比较常态的口场，那如果说是非常态的课程，你也有这样的设计，对不对？对。那非常态，我是叫它白日梦。那会叫白日梦，是因为我想它就像一场梦一样。那对小朋友一进来就好像到梦乡里面，那他可能会有起承转合，不会是一堂一堂一堂的美术课。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很整体性的一个美学体验。对，所以是一个美学的体验，对，像一场梦。所以他，老师，我记得老师最近就上一次的课程，好像是在景演给春节公演给世界黑猫，然后你有一整天的那种活动，老师那个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春节的活动我是有分大寒，然后立春还有元宵，就是用我们的24节气，还有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对，那像是我们的大寒，那时候可能稻子都割掉了，那我们会开始种绿肥。这是夏天没有的，因为夏天可能稻子割掉，它就接着就插秧了。对。但是冬天它会种绿肥，可能是油菜花，可能是波斯菊。那我们就到那边去写生，然后去那边烤橘子，因为以前会吃烤橘子，因为喉咙痛的话，这样喉咙会比较舒服。对。那还有其他，我们可能把一张红色的大圆桌搬到田里面去吃，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对。所以你们就在田里面放一张红色大桌子，对，然后就在那边吃，就在那边吃。我记得，因为我有看到其实有青岛嘅相片，其实相片其实有小嘅就係講，其實
一整天的行程，然后你就是照着那个。我觉得是好像在玩游戏哦，你配合当时的节气，基本上周买事情，台卡就会周买事情，对不对？比如你要烤橘子，你就真的去烤橘子，对不对？然后你要比如说你是不是还就是我记得好像大家围在那边吃饭，然后那些做的菜色也不一样，对不对？像是我们会用水饺。那以前可能会放硬币，看谁吃到就最幸运。那我们就改成有几个是玉米的水饺，那其他是猪肉，纯猪肉的，那就看谁会吃到玉米的水饺。那我们就来抽红包当尾牙的奖品这样子。好好哦，等一下，你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外公的田里面，对吧？大部分是。对，那外公有来参加吗？在旁边看，可能吵到他了。哦，对，外公其实很开心啦，对不对？不管弄人家就会爱用用，其实外显怎么样，其实你的其实心肝都会清粉一耶。对，所以这就是你的白日梦系列。对，然后那小朋友结束之后给你的回馈呢？其实小朋友常常我们出去，像写生好了，出去他们就说哦好累好热，就不要。但是他们出去一回来就说，哎，我们哪时候要再出去？就开始吵说还要再出去写生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知道哦，虽然说他们嘴巴喊累，或是一开始说不要，但是后来他们给我的回馈是让他们给我觉得说哦，他们很喜欢这个课程。对，那我才其实小朋友。他们笑，他们说他们喜欢，他们说下次还要再参加，那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对，怎么办？好像也还好，但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觉得因为你想看你这么努力做一件事情，然后一个这么年轻，一个按休上嘅欣赏，第一没有去按用嘅地方，其实要做按用嘅法通，唔得太家上嘅按简单，因为你要真的要有按用嘅理念，然后家长也要支持。对，小朋友当然很容易就。喜欢按用给口场，因为给声音嘛，不过你会太敢去支持，所以如果当小朋友说我好喜欢，我还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到很大的鼓励跟回馈。也系给白日梦系列，按用给白日梦系列，其实可以看某样嘅时节，某样嘅季节，然后再去发想有可能有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去做按用的东西。不过我们等一下按牛太敢有糖豆嘛，其实好像有跟晴美学合作，像是冰柳，对不对？这个小朋友也有去感受、去尝试。这个是像我们白日梦，我们也有一次是炸龙，因为苗栗元宵节很特别的就是要炸龙。那我们有糊了一只龙，然后帮降龙点睛，然后再去邻居家拜年要红包。对，然后小朋友一开始要出去的时候都说不要，好丢脸哦，又要走在路上。但是出去都很开心，拿着那个铃鼓敲敲敲这样子，大家都很开心。对，然后最后再画龙。对，那要红包呢？要红包，有先跟邻居 say 好。对，我想说，这个感觉上有点像是在那个耶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像报佳音一样吗？因为报佳音也是会有时候家家户户去，对，然后有时候对来祝福啊，你可以给时节，其实太敢会准备青豆吃的东西，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有时候报佳音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灯都暗的，好像大家睡觉，有没有？然后你就敲门，然后就唱圣歌，太敢就清反一打开的时候，里面还有姜母鸭。这根本就是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小朋友应该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又有拿到红包这样子，对。那晴美学的课程就是我们用完全自然的素材，让我们做出一只龙。对，那可能自然素材包括松果啊，或是菜瓜布，真的丝瓜老掉那种菜瓜布，把它做出来一只龙。对，那这个过程可能有配合染布，或是他们可能用锤染不同的染法，是用铁锤把它用出来的。对。是。对，而且我哋哦，还大家按拥有还有星空夜总会哦，另外一个课程，对，这个也是你们的算是非常态的白日梦系列的课程，对吗？没错，对。那这个星空夜总会的话，它是办在晚上，跟其他白日梦不太一样。那它是墨西哥的亡灵节。但是亡灵节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好像万圣节或者我们的清明节，但他们其实是对死亡是没有那么畏惧，因为他们觉得是新的开始。是。对。那像小朋友刚进来这一场活动的时候，我会先给他们闻万寿菊，因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植物就是万寿菊。那我会先给他们闻闻看，有百香果的香味，那把它放到它的水里，所以会甜甜的。对，那给小朋友尝试看看，像是一个仪式，一开始的仪式。对，所以万圣节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小朋友要体验的细节，对不对？亡灵节，亡灵节，亡灵节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说台湾的节庆也有每一个也要有，还有那个细节吼，你抢乡亲们先聊下，你等下长转来抢线上的分享。
到放一走的绕墙斗，你斗苗栗改天孙画室的陈燕老师来斗亚片，然后抬高来分享。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讲到亡灵节，所以小朋友就会有很多，也是会有不同的造型。对。那我们那次就是画成骷髅头，然后但是我们骷髅头不是恐怖的骷髅头，可能旁边会有一些装饰啊、小花或是一些图腾。对，那我觉得故事要有一个起承转合嘛。那最后结尾我们就用了一个皮纳塔，就是墨西哥那边节日的时候或者他们生日的时候，会用一个纸糊的娃娃，那把它打破，那里面会有一些糖果啊或是小礼物，当一个那个活动的 ending 这样子。是不是还要吃沙沙酱？配玉米饼有吗？有，那个这我蛮意外的，因为有玉米饼，我想说那个没有味道嘛。对。那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小朋友很捧场。哈，是因为有沾沙沙酱的关系吗？有些人没有沾也很喜欢，我也蛮意外的。细节有没有？你的泰卡就会发现，因为对很多孩子们来说，他可能很小，还不知道那些东西，所以也都是一个新的学习。没错。对，所以你看安永堂有泰卡被吃到，你要去给轻松的去聊，有没有刚够黑一则夏令营给刚够，不像是什么一个美术课程而已，安永给刚够，所以去参加个新颖给演技，大概是。最小的可能是2岁多到3岁，2岁就可以去了。看小朋友啦，有些小朋友比较独立，或是操作起来比较 OK 的，那他可能2岁多就可以。好棒哦！对啊，然后小小的来这边玩一下，因为也不一定要做出什么成品，只要他玩得开心，多接触一些不同媒材，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够了。对，那大概大的可能到国中，或是在外面我有上课的话，接案子的话，可能是。大人的部分也有，对，但是画室部分主要就是小孩3岁到国中的部分。你想想看，好可爱哦，2、3岁的小孩，以前2、3岁我们都还在，好，这没有做什么事我觉得听不太懂话的感觉。对，好，以前2、3岁好像没在做什么事，可是要他给2、3岁就会走得去送安永给口场，对不对？那家长需要陪伴吗？一般的话，我会希望家长。不要来，对，你不要来，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小朋友家长旁边，他们就会觉得，我现在需要帮忙了，我要去找爸爸妈妈，对，然后一遇到不会的就看爸爸，看妈妈求救。他们不在的话，他们反而会更独立，而且常常会比较活泼。对，感觉没有被监视的感觉，因为好像爸爸妈妈在，除了求救，然后也会只觉得好像有点绑手绑脚，孩子都会这样，对。所以如果爸爸妈妈硬要去，可以吗？小朋友如果像有些小朋友可能还小，年纪还小，用剪刀没有那么顺手的话，或者小肌肉发展没那么好，那爸爸妈妈可以在旁边辅助。对。那我可以偷偷问一下啊，爸爸妈妈如果有陪孩子来，你都会不会玩得比孩子还要开心？有时候会。有一次我们是堆纸箱的客人，就是整间画室都是纸箱，然后把它堆得很高，可能将近1层楼高。那个爸爸妈妈就会跟小朋友一起玩。是，对。所以爸爸妈妈玩得更开心，更刚高。对，因为泰嘎威熊安永这么特别的安永给画室，其实给一点美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会想说，那当地的学生多吗？或者是都是当地的学生吗？有些是从别的乡镇来，那像有的是从大湖，然后从一开始算元老级的学生，那我也蛮意外，他可以学到现在2年多了。对，是。那还有可能因为他去比较远，对他来一趟可能就要半小时，那来回1小时，是课可能就刚好这个课程。对，他有为了要升学，或是为了没有他纯粹是兴趣。对。哇哦，那这就真的很不容易对，那像白日梦的话，有的是从台北当天来回2趟。对，哇哦，所以他就是这么远，就是要去参加白日梦系列，我觉得很棒因为一开始其实这么一个年轻按黑长跟醒长在那边要开一个这样的画室，我们其实平心而论，我们也会担心画室的长久的规划或者是存在嘛，对不对？所以对老师来说，其实你最核心、你最终的那个理念。你觉得放在你心中的那一块种子，你觉得你最终最核心的理念，应该就是给小朋友接触一下身边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给他们玩，然后融合一些美学的概念在里面。对，那像小朋友笑，我就每次都提醒我说，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就是不要忘记你原本为什么开这间画室，为什么要开在这个地方，就明明就不是这么。条件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要开在这里？对，所以要提醒自己，对不对？对。为什么要提醒自己？太敢于胸沟嘛，因为有困难啊，一定是因为如果现在发展得很好，就不用提醒自己，就觉得哇，我还要干嘛？就是因为一定有困难。我知道老师是大学的时候
偷熟给时间，其实有喊给时间，你就先去当了家教，对吗？对，美术家教，很棒哎。那个时候你去当美术家教的时候，那时候给粮食给摄影哎，黑工好按用给东西，其实是为了升学，还是说纯粹也是兴趣培养？你大学当家教的时候也是兴趣培养。那时候我大学因为比较有空，就大四的时候课都修完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接家教。但是我觉得说家教的部分在高雄那边比较好接。因为我可能2个月，我就可能每天就有2、3个案子了，对。但是回到苗栗，我毕业回到苗栗之后，我大概2、3个月，总共起来只有2、3个案子。2、3个案子就是2、3个学生的意思。对。然后这2、3个学生有可能1周1堂课或2堂课，没错。所以你等于是几个月下来，可能加起来也才就10几堂课而已。对，对不对？然后后来是离开学校之后，你回到苗栗是指就是你退伍。之后还是我家教完之后，就是入伍了嘛。对。那我退伍之后就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跟小朋友接触很好玩，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找个国小代课好了。那我去国小代课，但他的美术课是材料包，所以对我来说比较没办法有那么多成就感，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自己设计教案，我想要自己设计课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出来好了，对，试试看。对，我觉得老师是讲得很客气啦，其实意思是讲他们有成就感，你讲爱上课呢不单纯爱用，也没有成就感而已，因为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说真的没有什么创造力跟想象力在里面。反正我上课我也蛮喜欢上美术课，因为总比数学课好吧，它较轻松，有没有？你大口的时间轻简单，因为你里面都虚线画好了，纸也画好了我就沿着那个虚线剪，然后我也不用去想说给人用把它粘起来，反正就说明书嘛，就宽宽就粘起来，粘起来之后就做好了做好全班都做一样对不对？你如果做一个什么房子，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竹签去组房子什么的全班都一样。所以泰卡这边吃豆工，其实按用黑亲自是给材料包给按用给东西，对你来讲，这跟你下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就想说自己出来试试看。对，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话，那是最好。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也许我再撑一下。如果真的再不行，再撑一下。那如果我最后受不了了，那我再走回头路。那可能从学校出发也可以，对，那就是尝试不同的方面。有唐英就会讲，我对好搞嘅材料包唔系按有兴趣，我就创造我七搞嘅材料包。迄个我七搞嘅材料包不被接受，我再试一下。再不被接受，我再试一下；再不被接受，好，我回去学校的材料包好了。黑妹，我给讲，应该说回去学校，但是还是用我的方式，只是我可以接触到学生，我确定我这些东西是可以让学生接受到的。对，那材料包的部分，因为毕竟还是买了，所以你就想其他方法把那些材料用完。对。怎么办？现在现场有那个奖章吗？我想要来表扬一下年轻的老师，真的很令人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理念，而且太搞胸口呢，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城乡差距。有时候我不是说因为他不是说特别乡下或特别都市，因为在都市里面有时候家长想的事情，也许跟我们想的会不一样，所以苗栗目前你还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在那里永续经营，对吧？对。因为苗栗虽然说它的经济发展还有资源不像其他都市那么好，对，但是如果你转头想一下，其实这些就反而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旁边有那么漂亮的山，那么漂亮的水，对，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是，就会因为这些都市的生意的基本看过安永给自然风景我觉得不是没看过，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真的亲自去拔过萝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泰卡豆亚哈泰卡州的 condo 就会讲，其实你可以选择在体制里面，你也选择在体制外面。那我会觉得现在亚哈真的有青岛安永给黑桑尼，就是选择这样子的在体制外面去做他想要去，我觉得你想要去做跟想要去创造的事情啦。我是这样的感觉，所以那现在学生还可以啦，好，还 OK 因为公司采访因为您是安永给欣赏高还有泰卡 condo 就会吃到哇，好想去报名这样，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觉得祝福老师，然后老师也要继续努力跟继续加油，对，因为这样子我们未来的国家才会强盛，你懂黑吗？真给安永，所以刚下欣赏的都鸦片，好不好？下次有机会有新的课程再来分享，好，没问题，谢谢老师，好，谢谢，好，Andy 改乡亲朋友天天 Hello 来走人同流。